喂，經理，今日開會啊？哎呀，唔記得咗添，而家去咗見客啊。哦，要報筍盤，錢就冇啦，筍盤大把。嗱，咁樣我今日介紹爾登華庭一座低層 A 室俾你，單位實用面積1259尺，係個套3房單位嚟嘅。單位客飯廳係長方形，面積接近380尺。主人房面積都唔細㗎，有成180尺。另外2間房，一間大房，一間細房，大嗰間100尺，細嗰間70幾尺。大門旁邊係廚房，而廚房裏邊呢仲有工人套房添噃。嗱，我哋咁好介紹，你睇樓一定要揾我，九龍豪宅廖專章。電話902-596-9026-6666，好啦，睇樓見啦。